我是在地新闻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即个地动，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沙卡洞步道崩甲真严重。经过2天的搜救，早起传出着上新的消息，讲发现2个人互土石坠掉咧，已经无生命现象咯。而这个所在失踪的杨先生，一家口外5个人也是找无。杨先生的妈妈早起到这个指挥所，提出着后生最后传互伊的影片，非常的着急。杨先生的亲戚朋友嘛，伫网络顶来报送着因失踪进程最后的身影。有袂少的网友嘛帮忙来转发这个影片，希望会当赶紧有好的消息。调查人员行伫咧石头堆内底寻找找失联者。太鲁阁国家公园沙卡洞步道崩山是真严重，到尾伫咧石头棚内底看到有人捡地死，对人捡倒入石头地里已经无喘气。妈妈牵囡仔手行伫咧步道，爸爸伫咧后壁翕高水的影片，希望到这画片会正做因失踪前的上尾身影。杨先生一家伙仔昨日登去故乡陪碰，回到花莲顺续去太鲁阁耍，想到地洞内翁仔某含3个囡仔个人失踪，车马房发现佫停伫咧停车场内底，亲戚朋友伫咧社群网站走找，希望大家当甲因斗相共。网友嘛一直分享因的消息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沙卡洞步道，你可以看到工程车不断的出入，而且这整个桥上你可以看到左右2边都有非常多的落石，就是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，连这个桥的结构也出现了破坏的迹象。那其实今天在这边的搜查重点之一，就是有一家5口目前还是失联的状态，另外还有一名21岁的女性，目前也是受困的状态。那您可以看到那边有一台黑色的车，根据了解，那就是失踪的一家5口他们所开的车。祈求他们平安，也感谢各位记者们跟搜救队的人的帮忙。麻烦你们了，感谢你们，非常的感谢你们。杨先生妈妈赶到指挥所，摕手机啊，看到后生上尾传互家己影片，人就真艰苦。地震啊，惨了，因为就地震了，他们在那边运动。杨先生面册真侪张规家伙仔同齐翕的混乱相片，一口照顾的人感情是真甜蜜。上人员把握每一分每一秒救援，家属敢若希望赶紧听到好消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